人与世界的关系，宛如茶与水的交融，需要时间与温度的调和，才能释放出最独特的韵味。世间万物既有其规律，许多事情无法强求，只有顺应天命，才能让心境保持从容与自在。当手中的茶叶在热水的浸泡下舒展开来，那股独特的清香扑鼻而至。正如人的心境在历经磨砺后逐渐明朗，才能真正体会生活的美好。人世间的酸甜苦辣，无论如何变幻，都需要以一颗开朗的心去承载。若执着于困境，无法释怀，则会如泡坏的茶叶般苦涩难言。许多时候，并非环境决定人的快乐，而是心态影响了整个人生的色彩。当我们学会放开执念，接受生命的起伏，才能在每一次遭遇里找到意义，让内心真正获得平静。世间之事，有聚有散，有缘则聚，无缘则散，无需强求，也不必刻意挽留。缘分是一种奇妙的东西，来时无声，去时无影。若强求留住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终将徒增伤感。人心若已远离，再多的努力也无法改变结局。唯有珍惜曾经拥有的美好，坦然接受失去，才能在岁月的长河里找到真正的宁静。有些情感，不管曾经多么深厚，终究还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淡。这并非谁的过错，而是世间万物的常态。缘分的长短，如同江水的深浅，或波澜壮阔，或涓涓细流，都是命运的安排。若缘分未到，无论如何追逐都难以拥有；若缘分已尽，即便再多不舍，也终将各自天涯。明白这一点，便能以坦然之心面对所有的离别与重逢。生活是一场修行，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，每一次别离都是一种新的领悟。无论遭遇何种境遇，都应该用一颗宽容的心去面对。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，都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站，无需沉溺于一时的得失。唯有放下执念，顺应天意，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活得更加豁达。当我们开始学会接受生命中的变化，便会发现，许多曾经认为无法承受的事情，最终都会成为过去，成为回忆里的一部分。就像泡一壶好茶，必须经过高温的洗礼，才能展现最纯粹的香气。人生也是如此，经历过风霜，才懂得珍惜当下的温暖。无论遭遇何种际遇，唯有微笑以对，才能品味出其中的真谛。或许，生命中的每一次波折，都是命运的安排，让我们学会珍惜，学会理解，学会放手。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，与其苦苦追寻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不如静心等待属于自己的缘分。世事无常，但若能以平和之心看待一切，便会发现，每一段旅程都有它存在的意义，每一次际遇都是命运的恩赐。所以，无论是相遇还是离别，都应该以感恩的心去接受。茶需静待冲泡，才能绽放清香；人需放开执念，才能活得自在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强求，便会发现，原来人生的美好一直都在，只待我们用心去品味，去领悟，去珍惜。岁月的流转，如同溪水潺潺，不因任何人的意志而停止。人生旅途中，每一次选择都将成为未来的一部分，每一次放手亦是对内心的一种成全。我们无法改变过去，但可以决定如何走向未来。在这条漫长的路上，学会珍惜眼前，学会感恩拥有，才能真正领悟生命的真谛。正如茶叶需要合适的水温才能释放最佳风味，人亦需适当的环境才能展现最好的自己。我们无需苛求每一段关系的结果，亦无需纠结于曾经的得失。世间万物皆有定数，当我们学会放下不属于自己的执念，才能迎来真正的自由。在这条生命的长河中，或许我们会遇见许多风景，会经历许多故事，每一次相逢都是缘分的牵引，每一次别离皆是人生的必然。若能坦然接受，便能在这无常中寻得心灵的宁静。让我们用一颗从容的心，去拥抱生命的每一刻，去珍惜每一个与我们交汇的人，让每一天都成为值得回味的片段。或许，当我们静下心来，细细品味生命的点滴，便会发现，即使过去的种种不完美，也都成就了如今的自己。那些曾经的遗憾，或许正是命运对我们的指引，让我们学会珍惜，学会理解，学会以更宽广的心去迎接未来。当我们懂得将心放宽，不再执着于无法改变的过去，便会发现，眼前的世界比想象中更加美好。茶叶在水中沈浮，最终沈淀出醇厚的滋味。人生亦然，唯有经历风雨，才能绽放最动人的光彩。愿我们都能在这漫漫人生路上，学会以平静的心拥抱一切，无论得失，无论成败，皆能淡然处之，让内心的安然与幸福
成为生命最美的风景。